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新闻论坛。2月27日发生在北京王府井的茉莉花采访，多位国际媒体记者遭到中共警方的粗暴对待。之后，在中共外交部的记者会上，数十家境外记者与中共发言人江宇激烈交锋。曹安居士，您看到这个记者会的录影了吗？我看到了，这个记者会啊，创造一个世界级的大笑话。也是中共的一个20年来有这个新闻记者发布会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记者会。在这个会上啊，有20多位记者啊，用一种质问的抗议的方式啊，来提出问题来。他问这个江瑜，就说我们这些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被殴打、被推挤，而且有人被警察带走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些穿便衣的人是什么身份？他们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在公共场合进行采访？所以呢，江瑜呢他也很尴尬。江瑜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者会。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么害怕记者采访呢？这个北非啊发生茉莉花革命，结果呢也传到了中国，中国百姓呢就采取一种散步的方式啊，到街上去抗议中共。说这时候呢，中共就非常紧张，所以他派出了大量的警察。他就防止人们呢去散步去抗议。当然，这个新闻记者呢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他就要去采访这个事件。所以呢，一采访的时候，中共呢就要把他们的殴打他们、恐吓他们、推挤他们。说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就把这个记者会啊创造了很多记录。第一，它是时间最长的，长达1个半小时的一个记者会。第二呢，就是将近30名的记者啊，都提出了问题，单一的问题来质问这个江瑜。针对这个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被殴打，美国和欧盟国家都已经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。那么这个中共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江瑜呢是非常强硬的，他呢在记者会上就这么说，他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在这里就要遵守中共的法律。江瑜解释说什么？他说很多记者呀没有遵守中国的国务院的537号规定，事先申请在王府井大街采访。这些记者在繁华商业街上大规模、长时间的蹲守，影响了正常秩序。警方依法疏导，记者应该理解并配合。没听说过哪个国家在公共场所采访还需要政府批准的。事实上呢，在大街上采访啊是不需要的，以前的王府井大街采访也不需要。但是呢，这次呢，中共因为害怕茉莉花，所以呢，他就有些规定。这个规定什么呢？他说要求你到这个采访地点呢，街道办事处呢去申请。很多记者去申请，打电话打不通，没有人接。然后去那地方呢，没有人接待，说那记者不知道到哪里去。江瑜呢就指责这记者呢是制造事端。其中有一个德国记者啊，在采访过程中被抓捕了，他就问这个江瑜。他说这次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呢？你要解释这个便衣的身份呢？这江瑜就说了，我对你的遭遇呢表示同情，但是你去这个地方采访之前申请了吗？警方现场指示你必须要申请再去拍摄，但是你执意拍摄，不听劝阻，所以被带到派出所。这么多记者在王府井是接到谁的通知了？是谁号召去的？去那边聚集蹲守，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。到突发事件现场采访是记者的职责啊，这还需要有人号召吗？所以是按照这个中共的要求呢，他的想法是呢，党没号召你去的话，你是不能去的。他以为海外的记者呢也要听从共产党的指挥，所以说呢，当记者问他们的时候呢，这个江瑜就说了，他说你们说有便衣殴打你们，你们可以询问便衣啊，叫他们亮出他们的证件来呀。被便衣警察殴打，怎么可能要求对方出示证件呢？警察应该主动出示证件啊，记者怎么会知道穿便衣的哪个是警察，哪个不是呢？是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出这是中共在强词夺理。另外呢，更可笑的是，江瑜还强调说，他强调什么呢？他说中国有哪条法律法规规定外国记者可以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地点、随时随地的采访？他说你们记者给我找出这条法规来。
他这非常蛮横啊，他看着那个底下的记者说，他问着说有吗？可是中国哪条法律法规规定说记者不能在公共场所采访吗？是啊，中国是没有这个法律啊。国际保护记者协会的马德琳·阿尔伯说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中国警方对外国记者公然如此无礼。可以想象，那些被抓捕进去的中国人士，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遭遇的处境，只能是更有甚之。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论坛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再会。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新闻论坛。2月27日发生在北京王府井的茉莉花采访，多位国际媒体记者遭到中共警方的粗暴对待。之后，在中共外交部的记者会上，数十家境外记者与中共发言人江宇激烈交锋。曹安居士，您看到这个记者会的录影了吗？我看到了，这个记者会啊，创造一个世界级的大笑话，也是中共的一个20年来有这个新闻记者发布会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记者会。在这个会上啊，有20多位个记者啊，用一种质问的抗议的方式啊，来提出问题来。他问这个江瑜，就说我们这些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被殴打、被推挤，而且有人被警察带走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些穿便衣的人是什么身份？他们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在公共场合进行采访？所以呢，江瑜呢他也很尴尬。江瑜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者会。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么害怕记者采访呢？这个北非啊发生茉莉花革命，结果呢也传到了中国，中国百姓呢就采取一种散步的方式啊，到街上去抗议中共。说这时候呢，中共就非常紧张，所以他派出了大量的警察，他就防止人们呢去散步去抗议。当然，这个新闻记者呢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他就要去采访这个事件。所以呢，一采访的时候，中共呢就要把他们的殴打他们、恐吓他们、推挤他们。说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就把这个记者会啊创造了很多记录。第一，它是时间最长的，长达1个半小时的一个记者会。第二呢，就是将近30名的记者啊，都提出了问题，单一的问题来质问这个江瑜。针对这个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被殴打，美国和欧盟国家都已经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。那么这个中共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江瑜呢是非常强硬的，他呢在记者会上就这么说，他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在这里就要遵守中共的法律。江瑜解释说什么？他说很多记者呀没有遵守中国的国务院的537号规定，事先申请在王府井大街采访。这些记者在繁华商业街上大规模长时间的蹲守，影响了正常秩序。警方依法疏导，记者应该理解并配合。没听说过哪个国家在公共场所采访还需要政府批准的。事实上呢，在大街上采访啊是不需要的，以前的王府井大街采访也不需要。但是呢，这次呢，中共因为害怕茉莉花，所以呢，他就有些规定。这个规定什么呢？他说要求你到那个采访地点呢，街道办事处呢去申请。很多记者去申请，打电话打不通，没有人接，然后去那地方呢没有人接待，说那记者不知道到哪里去。江瑜呢就指责这记者呢是制造事端。其中有一个德国记者啊，在采访过程中被抓捕了，他就问这个江瑜，他说这是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呢？你要解释这个便衣的身份呢？这江瑜就说了，我对你的遭遇呢表示同情，但是你去这个地方采访之前申请了吗？警方现场指示你必须要申请再去拍摄，但是你执意拍摄，不听劝阻，所以被带到派出所。这么多记者在王府井是接到谁的通知了？是谁号召去的？去那边聚集蹲守，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。到突发事件现场采访是记者的职责啊，这还需要有人号召吗？所以是啊，按照这个中共的要求呢，他的想法是呢，党没号召你去的话，你是不能去的。他以为海外的记者呢也要听从共产党的指挥。所以说呢，当那个记者问他们的时候呢，这个江瑜就说了，他说那个你们说有便衣殴打你们，
你们可以询问便衣啊，叫他们亮出证件，亮出他们的证件来呀。被便衣警察殴打，怎么可能要求对方出示证件呢？警察应该主动出示证件啊。记者怎么会知道穿便衣的哪个是警察，哪个不是呢？是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出这是中共在强词夺理。另外呢，更可笑的是，江瑜还强调说，他强调什么呢？他说中国有哪条法律法规这个规定，外国记者可以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地点、随时随地的采访。他说你们记者给我找出这条法规来。他这非常蛮横啊，他看着那个底下的记者说，他问着说有吗？可是中国哪条法律法规规定说记者不能在公共场所采访吗？是啊，中国是没有这个法律啊。国际保护记者协会的马德琳·阿尔伯说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中国警方对外国记者公然如此无礼，可以想象那些被抓捕进去的中国人士，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遭遇的处境只能是更有甚之。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论坛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再会。